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不是凡人，我是凡人的家属，我叫做卢素。我家无大人，你个破死人，白白无你搞！那恁囝去用关10外冬的痛苦指数外悬，10外冬哦。10外冬哦。希望外悬，我希望外悬，你想对对啊？这就是做老母的心情。做老母就是安尼，希望破表。这是上起头，到中期的时阵，剩安尼，伫要无红的时阵，就是安尼。但是尾也变安尼。律政戏全台语，无罪推定，请准时收看，谢谢。你看心碎，你看吧。你看那个过程多曲折哈，连他爱心都会自然掉。